乖孫，食飯咯，有炸雞髀啊！我肚仔仲卜卜唔舒服。係啊，等嫲嫲用黃長華帆船標乳液油幫你搽下個肚啊！好舒服啊！黃長華帆船標乳液油有超過160年嘅歷史，傳統上用於舒緩肚痛。黃長華帆船標乳液油世代相傳，貼心守護每一個家庭，大人細路都啱用。此廣告要獲得醫藥廣告局批准。